保險業務員係咪每日都係喺職場開會㗎？錯啦！我今日嚟到深圳前海泰康國際醫院上班，醫院堅持高標準建設同運營，引進近50位學科帶頭人，開設咗45個臨床同醫技科室，為患者提供專業全面國際化嘅醫療服務，免去咗三甲醫院排隊3小時看病3分鐘嘅困擾。呢度嘅醫生護士都十分之有耐心，甚至係有問必答。琴日提前約嘅號掛號費25蚊，付費係唔需要排隊嘅，1分鐘搞掂，專人協助，可以使用醫保報銷。先安排溫鹽水沖洗耳內，醫生建議老人小孩每年清潔。另外一邊耳石堵塞嚴重，轉去內鏡中心由另一位男護士操作。醫院用嘅係高清可視鏡頭，護士手非常之穩定，客戶一啲都唔痛。有挖嘅、吸嘅、鉗嘅，通通都用上。清潔乾淨之後，報告會出對比圖。成個過程大概45分鐘。公佈價格唔使排隊，一位醫生3位護士，總共101蚊。下一集發客戶真實體驗感受。天花板級別嘅私家醫院，香港養和醫院嘅服務標準，只要地板價就可以享受啦。歡迎粵港澳大灣區人們考察，拜拜。